馬可福音9章38節，奉耶穌的名。約翰對耶穌說：老師啊，我們看見了有人奉你的名趕鬼，就阻止了他，因為他跟我們不是一夥的。耶穌說：不要阻止他，奉我的名行神蹟的，沒有一個會馬上又來毀謗我。不反對我們的，就是支持我們的。如果有人因為你們屬於基督，哪怕只給你們一杯水，我實在告訴他們，他也必定會得到獎賞。